高雄左营大路24早起8点，有民众听到砰一声了后就熄电啊，敢若停电6秒尔。台电表示，讲是因为这高山去摸到路顶的变电啊，造成跳电，受影响有400多户，会加强线路的巡检甲维护，降低事故发生。 24早起接近8点左右，民众骑车经过左营大路，雄雄嘣一声，连面就看到远远迄边一阵火星冲出来。当地虽停电大约6秒钟的时间，台电高雄区处表示，停电意外是因为台湾高去吸到变压器引起跳电，受影响的户数大约有402户。加在因为停电的时间真短，民众拢唔知影发生啥代志。不过若是讲到高山，民众拢讲有看到。嘣一声，那电筒砰尔呢，我看无明显，我都要起来就出去啊。3礼拜前来看。3礼拜前哦，你看到几只？2只。2只啊，伫搭看到的。迄个较晚，迄个遐。伊较早来才会共抢物件，是啥无啊？啊，就伫顶面我看伫山顶尔，无看啥货啊。 为路口监视器画面也当看到，因为高山吸到变压器造成停电，画面变乌去，6秒以后电来也涂骹也倒一只狗。根据台电统计，一般事故停电因为外力所引起的大约有5成，其中因为动物地数的占4成左右。因为高山无固定出现的时间甲地点，台电无法度来预防，但是针对鸟啊、碰刺、蛇等等的动物，因拢有加强巡检。本处平时除了加强巡检，同仁还会在小鸟繁殖期 加强巡视筑巢的热点，那提前清除鸟巢，也会加设防蛇网，并针对动物常出没地点进行设备及线路加强备付，致力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。台电表示，加在这摆意外无造成其他损失，受损的设备紧急抢修也恢复正常。后续因会加强线路设备的巡检维护，降低停电事故发生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